各位兄弟姊妹平安，这是我这个系列上尾啊一届，跟您分享这个信息。我准备8届，但是有一届是落大细，咱无法度讲哈。迄届迄段是雅各 ，OK， 然后去祝福伊的两个约瑟的两个囡仔。那段经文非常的精彩，但是我想我今天选择完结篇，所以跳到最后的一段啊，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那段经文。这段经文的一开始呢，讲到雅各死了，那约瑟就把他安葬在雅各在迦南地，埃及在下面，迦南地在上面，安葬在迦南地亚伯拉罕、以撒他们原有的那个坟地里面。以色列人死去的时候，他们不会做任何的防腐，因为呢，以色列人相信，当人死了以后，人平安的躺在坟墓里面，等待上帝的复活。所以以色列人死，他们不会用埃及的防腐，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呢，约瑟他有条件的用埃及人的这个防腐的方式来保护他的父亲雅各的身体。这不是代表约瑟他相信埃及的宗教的仪式，埃及人的防腐呢，不是一般的保护身体不要腐败，那是一个他们的宗教的仪式。以色列人不相信这些东西，但是约瑟他有条件的使用这个，因为有很多的埃及人来参加他们的葬礼，还有从埃及上到迦南地去，可能要差不多2个礼拜的时间。那这个防腐呢，可以保持在路上呢，这个身体不会腐坏，不会有发出很多的味道。那这是我们对他的背景呢有一点点了解。当这个安葬结束了以后呢，所有人都要回到埃及去了。雅各的儿孙全部都回到埃及去，然后圣经说呢，很有趣的是，这些约瑟的哥哥们，这10个哥哥们呢，就来找他这个当宰相的弟弟，他就跟他们说呢，他们就想说，也许呢，这个约瑟这颗他心里面呢还在怀恨我们，他会照我们以前怎么样恶待他呢？他一定会重重的报复我们。的经文讲到重重的报复我们，这个用一般的中文讲叫什么？什么算账？秋后算账。以前呢，我们老爸在的时候呢，这约瑟看在老爸的份上，他忍住他的愤怒。现在老爸不在了，他一定会来重重的来报复我们。我要问大家，你们还记得我讲过的是，他们来到了埃及，雅各的儿子们来到埃及，跟约瑟在一起住了多久？他们相处了多久？多了多少年？17年，记得吗？约瑟17岁的时候离开他爸爸，他爸爸来到埃及，又跟他住了17年，130岁的时候来，到147岁的时候，雅各死了。这些哥哥们跟约瑟在一起17年，你们有没有在一起聚会17年以上？有没有？有哈，很多人在一起17年，我够不够了解对方？我们可以很了解对方，对不对？有时候看他很 up and down， 有时候他脾气很好，有时候脾气很高，有时候脾气很低，我们会对这个人有一些了解。但是这些哥哥们呢，他们认为现在老爸死了，约瑟呢，他一定会来报复我们。他过去呢都是假装的，他忍住，他不要报复我们。现在呢，老爸不在了，他一定会来重重的报复我们。我们想想看，这一群人是一群怎么样的人？这一群人是一群被罪恶压伤。谁的罪恶？他们自己的罪恶。他们把约瑟卖掉了，他们觉得约瑟一定会想办法来复仇的。他们对人没有信任，
约瑟在这17年当中，无论对他们多好，给他们吃的，给他们住的，保护他们，让他们住在这个歌山离孟菲斯很远的距离，他们在那边很高兴很轻松的过生活。但是这一群人的里面是没有被医治的一群人，他们犯的罪，他们对人的伤害，他们没有得到医治，他们对人存着不信赖，对人存着防备。这个约瑟没有这么简单，当然老被戏一点一点安暖。他们一直活在一个良心的自责控告里面，他们的心里面，他们的生活中是活在罪恶感里面。他们对人没有信赖，无论约瑟对他多好，无论约瑟怎么样的无私的去抱他们，抱住他们哭，然后照顾他们的家庭，都没有用。他们对约瑟不信赖，他们对约瑟有非常大的防备，因为这群人，他们是一群没有安全感的人。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你无论对他多好，你无论怎么样我好咪啊，好康啊，就给他，但是他对你还是防备。你喜欢他对我还好，你一定有什么打算？他没有办法真心的相信你是对他好的。我们在人群当中常常会看到这样子的人，这是代表这一些人他们的内在的世界是受伤的，他们需要被医治。谁可以医治他们呢？就这段故事最精彩的地方，他们就来想不如这样子好了，我们就来拜在他的面前。他们就来到约瑟的面前，再一次来俯伏在他面前，来向他下拜，然后求他说：我们当你的奴隶好了，好不好？求求你，我当你的奴隶，你就把我们当成奴隶好了。约瑟根本没有要把他们当奴隶，约瑟看他们是我的兄弟，是我亲爱的家人。如果在你的周围的世界里面有人是这样子的，甚至我们自己是这样的人，我们常常会活在一些罪恶的过犯的欺压底下，我们活在别人给我们的伤害，或者我们给别人的伤害里面，我们一直在等待上帝的惩罚来到。当我们遇到一些灾祸、疾病、倒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上帝他在处罚我，我是恶有恶报，我一定做了什么坏事呢，遭到这样的报应。上帝呢，他没有放过我。很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上帝没有放过我。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心态在看事情，那今天下午这篇信息要告诉你，你要从这样的控告、这样的自责、这样的罪恶感里面要得到医治。上帝要医治你，你需要脱离这样的一种罪恶感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我们始终对别人抱着一种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事情，没有人会给我白吃午餐，一定是有什么目的。那我对人总是存着防备，这是一种奴隶的心态。就像这10个哥哥们一样，他们来到约瑟面前，他说：我当你的奴隶好了。他们就跪下来拜他。没有人要把他当成奴隶，他自己想要把自己当成奴隶。如果我们活在罪恶感的控告里面，没有走出来，我们就是成为一个魔鬼的奴隶。那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的可悲、很可怜的。无论上帝对我们再好，无论别人对我们再好，我们永远是怀疑别人，永远是没有办法信赖别人。但是好消息是什么？上帝要来医治这样的人。上帝不会忍心让我们这样的人一直活在黑暗当中，上帝要来医治。所以约瑟呢，圣经讲到约瑟一听见这个话，约瑟怎么样呢？他就哭了，他就哭出来了。这个约瑟是一个埃及的宰相，非常勇敢、非常聪明的宰相，可是他也是一个非常爱哭的以色列人。在埃及人面前他不哭，在以色列人面前，约瑟常常哭泣。他的心是那么样的柔软，他的心是那么的敏感，对于人性的软弱，对于那些想要当奴隶的哥哥们，他的心里面是非常的敏锐，非常的怜悯他们。他想说，我这些兄弟们，他们到底怎么了？我到底要怎么爱他们，他们才可以放下那种对我的防备，对我的不信赖？
到底他们这些人是怎么了？约瑟的心都碎掉了。听到哥哥们这些讲话，他不会想说：哈哈，你们愿意当奴隶太好了，以后呢，我要教训你们，报复你们害我的罪。没有，约瑟就是哭了，大大的哭了。因为呢，这些哥哥们他们冒充父亲的话来跟他说：你知不？咱老爸我要我的时阵，怎么讲？约瑟一听就知道这完全是谎言。他认识他的父亲雅各，父亲绝对不会讲这种话的。我对我的父亲的认识，我父亲知道我是谁，我对我的兄弟的爱是真诚的。那个他们过去对我的伤害，我已经得到医治了，我可以赦免他们。我没有想要报复，我不想要浪费我的生命时间去报复。我的父亲绝对不会说：你要原谅他们啦，你不要害他们。我的父亲绝对不会说这种话的。但是呢，这些哥哥们他们充满了防备，充满了惧怕。今天上帝要用约瑟来医治这个家族，即使他们领受了这么多恩典，他们里面还是有些部分没有得到医治。上帝要来医治他们，上帝要让他们知道，你们是被原谅的。虽然你们做过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呢，你们是被爱的。上帝爱你们。在古代圣经里面没有太多讲到上帝爱他们，新约圣经常常讲，但是上帝要借着约瑟来让他的10个哥哥们经验到什么是爱，什么是一个无条件的爱，不是因为你回报，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补救的事情，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兄弟，我爱你，这是一个无条件的爱。这个故事也要用在你我的身上。所以他哥哥们来见他呢，就俯伏在地上来拜他，把他当成是神一样，把自己当成是奴隶。但是约瑟并没有想要把他们当成奴隶。约瑟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他知道人世间所有的苦难都在上帝的量力、上帝的护理、上帝的设理当中。上帝有办法把人世间那些最丑陋的事情、最黑暗的事情，上帝可以把它转化成一个美丽的恩典。那约瑟就讲了一段很棒的话，我们要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这个是整个约瑟的故事呢，这8次下来呢，最后的一个总结。19节，我们那用台语来念好啊，来，约瑟，20节。以前你对我的意念是歹的，不过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今日才有这侪人哇，很棒的一段经文。这是整个创世纪写到最后，摩西不想再写了，到50章结束了。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他的最后的结局。这一段话里面呢，这2节经文，它包含了圣经整个基督教信仰从旧约到新约的3个巅峰、最高峰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认识上帝的主权，我们把深渊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不是笨，我们不是懦弱，我们不是不知道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不是不知道别人很邪恶要伤害我们，我们都知道。但是呢，基督教信仰的最高峰是我不选择亲自来报复。我不是笨人，不知道你在害我，我都知道。但是呢，我不选择用我自己的方式来报复。所以到罗马书12章的时候，保罗就告诉我们：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个我是指上帝。上帝知道我们受到的委屈，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上帝的眼睛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我们把报复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中。约瑟做到了这件事情。上帝怎么样来报复呢？上帝叫这些哥哥们，他们知罪，他们害怕，他们来到约瑟的面前，跪下来，把他当成神一样去对待。上帝让约瑟的哥哥们，他们羞愧，他们不断的羞愧，不断的羞愧，他们害怕，他们来到约瑟的面前。上帝
为约瑟伸了冤。第二个呢，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另外一个高峰，就是在人的恶意当中，上帝的两立，上帝的设立，上帝是一位全地的王，他的眼目，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眼目遍察全地，没有一个角落上帝没有看到，没有一个人的心思，因为他穿的衣服很多，他里面在想什么事情，上帝看不到。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眼睛看到每一个地方，看到每一个心思。上帝有办法把人的恶意转变成为上帝的旨意来效力。这是罗马书另外一个很高峰的，保罗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然后呢，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英文圣经他翻得更妙，他说 God works， 上帝在 in everything， 上帝在所有的事情里面工作，没有一件事情上帝到不了，上帝束手无策，没办法的，没有，在每一件事情里面，上帝都在工作，为了让那些敬畏他的人、爱他的人呢得到益处。这是基督教信仰的第二个非常高峰的地方。上帝总有办法，在这些哥哥们创造那些英文讲叫 malice 那些邪恶的事情，上帝有办法把它整个转变过来，成为一个为上帝的旨意效力的事情，为那些爱上帝的人，就是约瑟，为约瑟效命，为约瑟效力，为雅各效力，为亚伯拉罕、以撒的约效力。上帝有办法。第三个呢？第三个巅峰就是怎么样对待恶人。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巅峰就是以饶恕、以爱来回报那些恶待我们的人，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报恶。这是基督教信仰的巅峰。如果上帝以恶报恶的话，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得救，对不对？我们没有任何人靠着我们的行为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可以到天上去。上帝是以善报恶，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要跟随耶稣的人去学这个功课，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报恶。所以基督教信仰里面有一个非常厉害、非常核心的东西，就是饶恕。饶恕比任何的武器更强大、更有力量。我们选择饶恕别人，不是因为我们懦弱，而是我们非常的强壮。我的心里面非常的刚强，不会被你的邪恶打败，但是我选择饶恕你，原谅你。这个三个巅峰呢，是约瑟他的信心的表现。为什么我们基督教要相信这个呢？为什么我们基督教是这样子来相信的呢？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位至高的上帝在掌管人间所有的事情。这位上帝是一个公义慈爱的上帝，我相信他在掌权。无论你要对我多坏，你跑不掉上帝的，上帝一定会找你的。无论我受到多大的委屈，上帝都看见，上帝会保护我。我的里面，我的外面被你欺负了，好像我很软弱，但是我的里面非常的坚强，因为我知道上帝会处理这件事情，上帝会在掌管，上帝会把所有的恶事转化成好事。所以呢，这就是约瑟的信心。为什么上帝要把约瑟的故事留下来？约瑟也是我非常喜欢讲的一段经文。我在每次讲到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我羡慕当约瑟，我羡慕成为约瑟那样的基督徒。这是约瑟的信心，这是耶稣的信心，这是保罗的信心。圣经也要希望这也成为你我的信心。阿们吗？这要成为你我的信心，就是这三个巅峰，上帝在掌权，叫万事互相效力，用饶恕对待那个最邪恶的人。因为使徒信经，你们有读过使徒信经吗？使徒信经第一句话很棒，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他说他这位上帝是一个 creator， 他是创造的主，他是那么的奇妙。每次圣经讲到创造，是说从无到有的创造，不是像人到这个 Trump 呢，想要到乌克兰去挖人家的宝藏，挖了回来呢，可以做一些这个珍贵的材料去卖钱。这不是创造，这是组合。上帝不是要去乌克兰挖一些东西出来，然后变一个手机出来。上帝是从没有东西里面，上帝创造出东西来。所以在我们所面对的毁灭，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困境里面，不可能生出任何的好东西来。上帝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他可以创造出恩典，创造出奇迹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使徒信经第一句话，我们不要只是想到universe 这个太阳、星星、月亮。上帝不但创造那一些东西，上帝也要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创造恩典和奇迹。好，约瑟呢，他对上帝有这些明白，他知道这些东西。你知道摩西为什么写创世纪呢？创世纪从哪里来的？亚伯拉罕告诉以撒的，以撒告诉雅各的，雅各告诉约瑟的，约瑟再传递下去。到摩西的时候，他把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他把这个信息保留下来。约瑟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赦免这些受到伤害的哥哥们，他要医治他们。如果这些人不被医治，他们太可怜了，他们一直想要把自己当成奴隶来对待，无论我对他们再好都没有用，无论我怎么样去抱他们去哭都没有用，他们的里面呢需要被医治。所以呢，他就跟他们说了2次，免惊，不要害怕。现在你们不要害怕，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的，我没有搞不清楚，我非常的头脑非常的清醒，你们在做什么事情我非常的清醒，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的。但是这个但是呢太厉害了，英文说 but 就是说前面讲的东西呢都讲完了，后面还有一句话呢，把前面的东西都把它推翻了。 但是你们从前的意思是要害我的， 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上帝要把你们所有的意思都推翻掉，上帝要给我们一个好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要使许多的人可以存活下来，成就今日的光景。没有想到吧？你们没有想到吧？你们要害我，你们嫉妒我，因为爸爸爱我，你们嫉妒我，你们要杀害我。你们没有想到吧？上帝使用你们的诡计来祝福你们，祝福我，祝福雅各的家族。没有想到吧？这就是这位上帝，他常常让我们没有想到，他做的事情超过我们的经验的范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的，很邪恶。但是这位上帝把前面的计划，把前面的句子都推翻了，但是上帝来转变了这个邪恶的计划，使它成为保护你、保护我们、保护我们众人的计划。我们可以在埃及继续的活下去。这是一个约瑟要来医治他的哥哥们的时刻。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医治，他们在埃及生活太可怜了。他们要从仇恨、从伤害、从罪恶感里面得到医治释放。这是基督教很宝贵的地方。如果今天在座的各位当中有人经验到这样的伤害，经验到这样的痛苦，你要相信今天是你要得到医治的时候。你要来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求你来医治我，你要 but 我所有过去的人生，我无论遇到多少事情我不开心的，上帝你要把它转变过来，你要医治我，医治我的家，医治我跟我丈夫的关系，跟我太太的关系，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充满了伤害，充满了误会，充满了不信赖。但是上帝今天求你来医治我的家庭。这个好消息就要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保罗在最后呢，他讲到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了
基督徒的3大品格，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约瑟做到了最大的就是爱，爱的最高的表现就是饶恕、原谅。只有饶恕、原谅可以医治那些破碎的人，医治那些活在罪恶感当中的人，使他们得到释放。约瑟做到了爱，约瑟也做到了信心。他说呢，最后他说：“我死的时候呢，你们要把我的骨头从这里带上去，带到迦南地去，到我的祖先埋葬的地方去。因为我虽然贵为埃及的宰相，我不属于这个地方。我虽然入籍了，成为埃及的公民了，我不属于这个地方。我的地方是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蒙上帝呼召的那个迦南地。你们要把我的骨头带上去。”后来他的骨头有没有被带上去？到出埃及记第1章的时候就提到把他的骨头带上去。约瑟是活在信心当中的人，要经过很多很多年，他的骨头才会被带到迦南地去。但是他相信上帝的应许，我是属于那个应许的人，我不是属于法老的人，我是属于那个应许的人。所以到了希伯来书11章22节的时候，新约圣经怎么样肯定约瑟呢？新约圣经说，因着信，约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虽然他死了，他还没有办法回到迦南地去，他经过400多年他才回去，但最后他还是回去了。因着信，约瑟为自己的骨骸留下了遗言。新约圣经称赞约瑟的品格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意思是新约圣经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约瑟一样，你要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即使今天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有完全的看见上帝医治我们的疾病，上帝垂听我的每一个祷告，上帝解决我的每一个问题。我昨天呢，在我们教会带领一个初信主的人祷告，那我教他说，你要祈求祷告 supplication 去祈求。但我问他一个问题，你的祈求是不是每一个都会应验呢？会不会每一个祷告跟上帝要的东西会不会都应验呢？不一定，有的上帝立刻应验，有的上帝 delay 延迟了应验，有的呢，上帝在你今生活着的时候都没有应验。那我信耶稣有没有信错掉？信耶稣不是在于我想要心想事成，我要的东西都得到了。信耶稣是我要的得到了，我没有要的，我要的没有得到，我仍然相信上帝的应许没有改变，这个叫做相信。所以信心跟爱，约瑟都做到。最后一个盼望，50章第24节，他说：“上帝上帝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我不能够带你们上去，但是你们惊，上帝会带你们回到那里去。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要活在埃及，因为埃及太舒服了，埃及太棒了，你们的房子都盖了那么大一间了，还要搬去哪里呢？ No， 埃及不是你们永远的家，你们的家是在迦南地。你们相信上帝，即使我死掉不能带你们去，上帝还是会带你们去，因为你要记得，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个地方是在迦南地，所以要等到400多年以后，摩西来帮助约瑟实现了他的愿望。但是约瑟死的时候，他仍然带着盼望死的。有一天，我不会埋在地上，我不会埋在埃及，我要被埋到迦南地去，那里才是我们的家乡。同样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从台湾或者从哪个地方，我们搬到加拿大来、温哥华来，也许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在加拿大离开世界，我们被安葬在加拿大。我太太是被埋在加拿大，埋在温哥华，所以我决定好了，如果有一天我走的时候呢，我不会登去台湾，我要被埋在加拿大。
我要跟我太太埋在一起。这个地方就是上帝给我在地上生活最后的一站。但是呢，加拿大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天上，在上帝的应许的地方，我对那个家有盼望。即使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去，我相信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使我复活过来，我跟我太太都从坟地里面复活过来。我不是要继续住在加拿大温哥华，我要住在上帝要我去住的地方。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对上帝的一个完整的认识，用信心、用盼望、用爱来生活。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使我们可以存活。上帝一定会拯救你，会保护你，无论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没有解决，你的家里的人的健康没有解决，问题没解决，财务的状况没有完全解决，或者是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解决，不要放弃相信上帝，好吗？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上帝都知道你的困难在哪里，要带着信心盼望等候上帝。上帝有办法把这个劣势，把这个坏的情况呢转变过来，成为一个可以祝福你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你拣选了约瑟，活出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的榜样，给我们很大的医治，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效法约瑟的生命的榜样，我们也要带盼望给人，带医治，带赦免、饶恕给人，让人世间那些活在罪恶感当中、活在惧怕里面的人，因着听见福音，他们可以有盼望，他们可以走出他们的黑暗，走出他们奴隶一般的生活，他们可以经验到上帝的爱，经验到上帝的自由。求你继续把这些话语放在我们众人的身上，使我们有力量来走前面的道路。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